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早期生活环境困苦，客家先民运用智慧，以腌制的方式保存食物，形成独特美味的饮食文化。沿着台三线，我来到新竹竹东的客家庄，寻找一位以好客闻名、热爱与大家分享美食的腌梅达人阿金姐。顺便也趁这个机会担任阿金姐的小帮手，体验一下这传统手工腌梅的制作。像我们一开始从那个山上把梅子采下来之后啊，第一个步骤是什么？就是抽盐巴，因为梅子它有浓毛，还有它的皮是很苦涩的。你这一批梅子要好吃，这个地方很重要。你下的功夫够，你抽的够好的时候，它的苦涩味会跑出来。阿金姐对梅子非常的有研究。因为我是闽南人，我就嫁到这边，要跟着婆婆学习。因为我的婆婆她什么都愿意教，所以我才能从婆婆身上学到很多腌制类的东西。阿金姐常常分享给亲朋好友吃嘛？有啊，大家到我家来，我们还是很好客的，请大家吃。将敲开的梅子泡水、脱水，然后反复的撒糖、静置，再换桶。制作腌梅的每一个步骤，阿金姐都亲力亲为，严格把关，一点也不马虎。忙了一个早上，热情的阿金姐特地准备了好料来犒赏我这小帮手，而我也迫不及待想要大快朵颐一番了。那我现在看到这两道是什么？这两道其实是跟我的梅子也有关系的，就是另外的一个吉酱。哦，吉酱，客家吉酱，对，因为我加入农会产销班。那我们农会产销班早期没有人在做吉酱，那他们种的山菊品质很好，可是没人做，因为我会做梅子，所以他们建议我说，也帮农民把这个橘子拿来做吉酱吧。因为这个要帮农民这个理念呢，我就跟婆婆学，还有就隔壁邻居的阿婆学，问他们吉酱怎么做。客家吉酱在我和妈妈的心目中，它已经不是只是客家。而是说，我希望它是一个很好的酱，那它可以去跟很多种文化去结合，对，也许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火花。以帮助当地农民的信念，用在地食材结合家传手艺，无私的分享，也让更多人都能品尝到这独特的客庄美味。